急什么呀你啊？迟早还不是你的，去洗个澡先。快去呀！等我啊。喂，谁呀？谁呀？哎，我的老婆你都敢搞？你是打算公了呢，还是私了？要是公了，我现在就报警，我告你强奸我老婆。不，我私了，我私了。私了也行，省得大家都丢脸。你现在拿5万块钱出来，我就放你走。5万，我去给你取去。你当我们他妈都是白痴啊？我放你走了，你还能回来？那我身上确实没这么多钱啊。给你那些亲戚朋友打电话，让他们送钱过来。喂，老罗，我玉浩啊。什么？在外地呢？喂，哥们儿，我老宋，我这现在有点急事儿，你能过来一趟吗？什么？你岳母住院了？哎喂，香子，哎，看来你的人缘关系不怎么样啊。算了吧，我们还是公安局见吧。走。不，我还有，我还有。喂，好，宋老师啊，出去的。你的朋友还来不来了？这都过了点儿了。来，一定会来的啊！我看他那个穷样，也没什么朋友。把他的衣服扒光，人接上去。不啊！你救命啊！什么？这个人敢来救你啊？宋老师，怎么回事啊？他们，你的朋友，他搞我老婆，被我捉奸在床。他愿意拿5万块私了，很传统嘛，仙人跳啊！我他妈管什么仙不仙人跳的，你们只要拿钱走人，要不然我就报警。行，那你报警吧，我们走。上。你呀，换衣服去吧，啊！谢谢。大家同事一场，何必这么客气呢？啊，对了，宋老师，今天的事情你千万不要告诉学校啊，因为我还在停课，万一被校方知道了不太好。好。哦，不是，我是想说，廖老师，今天我真的没想到你会来救我。你说我在学校经常诋毁你，可是你在工作上面意见不一致很正常，我们是同事，也就是朋友。谢谢廖老师。好，没什么事，我先走了。